感谢记者上路的连线报道，继续来看到受到地动影响的，唔那伫咧花莲，伫咧桃园中立嘛有一栋7层楼的大楼向大红单列做归楼，内底有16户48人爱随迁走安置。今仔桃园市目前有通报建物受损的有223件，其中有168件搁要等技术来鉴定。大楼扭跳有 X 型的裂缝，受花莲大地震的影响，桃园中立区南横二路一栋大楼建筑物结构损害，被判定是危楼，被大红单停止使用。市府已经紧逼thiết立安置住户，总共16户48人受影响。我都已经搬去饭店住了，那个墙壁都很严重了，里面都裂掉了，都裂掉了。他们2楼、3楼的房子里面都很糟糕担心是挺贵的，对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赶快先找到可以彻底的对，我们今天把它全部把它弄掉，我们就可以了。被大红单这栋大楼已经40年有7层，1楼是超级市场，被大红单也停止营业，半会撤离。设备条建物设计图，等技术评估了后，继续补强或者是贴图定起。跟一般地震的常见的损害不一样，它的柱子也裂成一个 X 型，通常是 X 型只有在墙壁才会出现。柱子要损坏的话，就是钢筋爆开。以南园2路这个案子，技师判定1楼跟地下1楼部分的柱已经严重的损毁，已经无法居住。桃园受地震影响，同步建筑物受损的案件有223件，其中168件需要结构技术鉴定。目前大红单有4件暂时无法度安全带，另外还有14件红单，建物有部分项目范围要暂时停止使用。经过补强鉴定，危险排除了后才用免撤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